滿天星網絡版廣告機操作說明。使用嚮導。概述：滿天星信發系統旨在協助使用者將影片、圖片、音樂、文件、文字等節目內容管理編排，發布到前端設備，螢幕按需播放展示。本視頻主要為使用者分段介紹功能單元和操作說明，可以更好掌握基本操作和發布節目嘅技巧。技術支援服務電話91808452。滿天星信息發布系統。第二步，登入後台管理系統。滿天星後台管理系統信息發布登入口，輸入註冊嘅帳號昵稱，輸入密碼，輸入6位數隨機認證碼。完成輸入後按鍵登入。